伫这个查某囡仔过身了后，台北市要求开重大的这个囡仔被口毒的会议，第一时间讲被拒绝。这个事案呢，卫福部长试水员呛讲，这个囡仔都已经过身啊，敢无算是重大的儿童被口毒的案件？爱台北市政府家己决定讲要开还是唔开？最后台北市长蒋万安临时改以公务行程，要甲行政院沟通。不过针对这个案件，外界点名爱这个台北市社会局长爱下台。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伊嘛批评讲，蒋万安是咧推卸责任，这个代志就是台北市的代志。观察出席行政院会台北市长蒋万安，下早临时更改关晓市政行程，因为口毒囡仔案件责任想要担，这边会烧向北市。那我看到今天行政院会的议程啊，其实并没有排入相关的讨论跟报告。那当然很希望借由院会，特别是中央地方首长能够齐聚开会的场合，能够建议中央。反正希望政绩赶紧提落来，希望中央和地方会当好好坐来讲。不过北市卫福部为了保开重大会议，互相伫咧相结。北市讲受到通报了后，遂请示卫福部。正后伫咧去年12月25、12月27号，保护署社家署刚要召开检讨会议，当时保护署回应，因为涉案的对象是林虎，所以不适用相关计划。不需要还要去请示说这个是家外的儿女还是家内的儿女。孩子都已经过世了，你还分这个干嘛？这样讲话其实并不是很适当。那我想最重要应该要还原整个事实就事论事。不过前期也未煞苦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就积极联合联名提北市府真侪标案，包括委托管理到保护府，111年4327万，过当年是4857万。民众们第一时间想要甲责任担予中央，林武出代志是北市府的责任，嘛要求社会局长落台。一切都是依法依规定，依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。事情发生在台北市，台北市政府就是重大儿虐事件的主事者。北市林地囡仔案件为社工轰炸，到尾也无召开检讨会议的原因，疑点是钉钉塔塔。明仔载社家署嘛召开专家会议，继续来追究这件代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